各位觀眾，大家好。今天我們將一起探索許紹雄家族的檔案，從清末外交的歷史淵源，到銀幕上的傳奇故事。本次簡報將分為3個部分。第一部分，我們將追溯許紹雄家族的顯赫歷史，以及其家族在香港歷史中的關鍵角色。第二部分，我們會探討許紹雄先生謙和的品格，以及他在銀幕上的精彩表現和家庭生活中的溫情。最後，我們將一起緬懷許紹雄先生，並了解社會各界對他的哀悼。首先，讓我們進入第一部分，家族顯赫與清末外交，香港歷史的關鍵一頁。許氏家族是廣州望族，以鹽商起家。許拜庭先生是清代廣州鹽業的巨擘，奠定了家族的商業基礎，成為廣州4大鹽商之首。許氏家族祖籍潮州，後遷居廣州發展，將潮汕商幫的經營智慧融入嶺南商業。家族聚居於廣州市越秀區高第街，歷代商宦輩出，被譽為近代廣州第一家族。許紹雄先生的曾祖父許英葵是清廷外交的核心人物。他在1896年調任工部尚書，1897年升任禮部尚書，同年兼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，達到了清末官場的巔峰。禮部掌理朝貢外交事務，總理衙門為外交決策機構，許英葵身兼兩職，成為清廷外交的核心決策成員。他還參與了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的簽訂，對香港歷史產生了深刻影響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的簽署與中德交澳租界條約有着連鎖反應。在1897年清廷與德國簽訂該條約後，列強紛紛效仿，英國隨即提出擴展香港界址的要求。英國出於戰略安全考量，認為華界對香港形成威脅，因此英國首相強調，為保障殖民地戰略安全，需要擴展界址。甲午戰敗後，清廷國力衰微，無力抗衡英國的施壓，被迫啟動談判，處於被動讓步的外交困境。許英葵作為李鴻章的幕僚，參與外交磋商，提供決策建議，協助處理談判中的具體事務與協調工作。他可能參與了展拓香港界址專條文本的起草，對租借範圍、期限等關鍵條款進行細節斟酌。他參與促成條約中以99年租期的確立，這個期限成為塑造香港近100年歷史軌跡的關鍵因素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對香港歷史軌跡產生了深遠的影響。條約將界限街以北、深圳河以南的土地及島嶼租予英國，香港的地域面積大幅擴展，奠定了發展格局。99年租期成為香港近代史的重要時間坐標，主導了其1898年至1997年的政治與社會發展軌跡。1899年英國接收新界時，激發鄉民武力反抗，史稱新界6日戰爭，顯示了民眾對外來統治的抵抗。1900年庚子拳匪之亂時，許英葵與李鴻章、劉坤一等聯合發起東南互保，維護東南地區的穩定。面對慈禧太后向列強宣戰的命令，許英葵等地方大員拒絕執行，避免東南地區捲入戰亂。1903年許英葵解職，結束仕途生涯。1906年7月逝世，走完了他跌宕起伏的清末官場人生。許紹雄先生的姑婆許廣平是5·4運動的先驅，也是魯迅的伴侶。作為5·4運動的核心成員，他積極投身新文化運動，倡導思想解放與婦女權利，是近代學生運動的領袖之一。他原為魯迅的學生，後結為革命伴侶。1929年共同誕下兒子周海嬰，二人以文字為武器推動社會變革。1949年後，他歷任政務院副秘書長、全國人大常委、全國婦聯副主席等職，為新中國的社會事業貢獻力量。許紹雄家族還有其他顯要人物，例如叔公許崇智是國民革命軍的元老。許崇智為民國初年的軍事家，參與創立黃埔軍校，曾任粵軍總司令，是國民革命的重要領導人之一。許紹雄先生的外家清暉園是嶺南名園，
為中國10大名園之一，體現了外加深厚的文化底蘊。許氏與龍氏聯姻，結合了鹽商世家與園林望族，形成縱跨政商文化領域的龐大名門社會網絡。接下來，讓我們進入第二部分，品格謙和，銀幕綠葉與家庭溫情。許紹雄於1948年出生於香港，祖籍廣東汕頭，家族背景深厚卻鮮為人知。他的父親是經營金鋪的商人，家庭環境優渥，自小衣食無憂，成長於商業氛圍濃厚的家庭。多年來，坊間傳聞其家世顯赫，但細節卻不清楚，直至後來訪問中才罕有提及家族的關鍵信息。許紹雄先生被稱為 Ben 雄，這個綽號源於他早年的演藝生涯。1972年，許紹雄考入無線電視第一期藝員訓練班，正式踏入演藝圈，開啟了他的職業生涯。入行初期，他在麗的電視時期成為首位開奔馳上班的藝員，因此獲得 Ben 雄的稱號，顯示了他獨特的起點。他在麗的電視時期累積了豐富的演出經驗，參與了多部作品的拍攝，為日後的演藝事業奠定了基礎。許紹雄先生的演藝生涯取得了許多突破。1974年，他與許冠文、許冠傑合作《鬼馬雙星》，飾演小迷糊，為他的演藝生涯打開了知名度。1983年，他在經典劇集《射雕英雄傳》中飾演江南七怪之妙手書生朱沖，他機敏狡猾的詮釋深入人心。1999年，他憑借《暗戰》中劉青雲的上司黃啟發一角，首度提名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男配角，他的演技獲得了業界的肯定。2014年，《使徒行者》中的譚歡喜一角讓他收穫了以歡喜哥的昵稱，60多歲意外爆紅，成為觀眾心中的經典。許紹雄先生的人生信念是珍惜對你好的人。他曾在短視頻中袒露心聲，一定要好好珍惜現在對你好的人。樸實的話語蘊含着對情感的真摯態度。面對金當綠葉的疑問，他回應：喜歡演戲，不願退休，角色無大小，演好就夠了，體現了他的敬業與熱愛。1985年，許紹雄在新加坡演出時結識了妻子龍燕，戀愛7年後於1992年正式成婚，緣分始於舞台。許紹雄對妻子前一段婚姻的孩子視如己出，無分親疏，家庭關係和睦，展現了他寬厚的胸襟。婚後5年，他們再得一女許慧晶，他常在社交平台分享與女兒的日常互動，父女互動溫馨動人。他斥資千萬支持女兒發展，為女兒斥資700萬港元開餐廳，並贈送新加坡價值2300萬港元的物業作嫁妝，盡顯深沉的父愛。最後，讓我們進入第3部分，永別與紀念，社會各界的哀悼。2025年10月28日約2時30分，許紹雄先生因癌症引發器官多重機能衰竭安詳離世，享年76歲。他的家人透過好友黎芷珊對外公布了這個消息，後事安排將另行公布。古天樂、鄭秀文、歐陽震華等藝人透過電話或委託友人轉達慰問。監製林志華探望後低調表示等家人發聲，言語間難掩擔憂。苗僑偉與戚美珍夫婦多次前往病房慰問，陪伴其家人照料，體現了深厚的情誼與信賴。好友黎芷珊時常守在病床，協助處理各類事宜，足見他在圈中的好人緣與信任度。張繼聰每次探望陪其回憶拍戲趣事，盼以共同回憶減輕悲痛，彰顯了共事時融洽的關係。佘詩曼臨時取消既定行程趕往醫院，落淚坦言許紹雄讓他感受到了父愛，流露出依賴與感激。我們將永遠懷念許紹雄先生。